继续来看，中国4只海警船昨下晡调工驶入来咱金门南边的禁水水域，咱的海巡署有赶紧派3只巡防舰去应对，阻挡中国的海警船继续来这侵门大户。中国4只海警船出入下昼3点30，在一边边地驶入金门南边的禁止水域，咱海巡署派3台巡防艇对应。呼叫中国海警14608，你已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，进入我国禁限制水域。你的行动已经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，请立即转向，尽速离开我国禁限制水域。海巡署金马片分署表示，中国海警局以编队的方式调工驶入金门南边的禁限水域。海巡人员除了运用联合情感侦专型监控计划，也派巡防艇并行对应，修正监控放送距离。中国方面的船伫昨日下昼4点37分别驶出禁限制水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